将，你要小心了。是，拜别去。名此顿女言的马秀茂上不贤礼，得这毛儿将士夫，配领英武不是鸡。小生怎用表示婚葬？弟弟正贤官居三边种子，母亲长子高学王府，母本闭门永昌共同，苦恨这年送老身，上言光就一分。生我无教生实者往上听信谗言，就将我无帮王西教斩死，并将我门门抄斩，使我改为掌心逃亡至母舅家中，不料路遇叶母亲官顺失去。吾将小生当作小妻阻止顺差，那叶母亲见我生平出众，强迫我做他命令继子。待王进都传百年书，那老人见我才貌双贤，就将生女年男真终身许我为妻呀！唉，我为无求为报，岂能与你见识之女生情啊？无道昏君心残意。
才留待侍奉小姐到书房这人。我奉了小姐之命，在请姑爷长乐。似乎要在书房读书不去。也不当你，二不骂你，跪下求婚之命，为啥不能？姑爷不肯长楼台，你空小姐要怎会？是我得罪了你姑爷，那是我飘香的要受家。不生我王当君子之女，心意坚。姑爷，哎呀，姑爷救命啊！去此上楼通报，生我才有就到。多谢姑爷。飘香去下人，我上路看他真爱
恐怕与他去谁呀？我早就说了。言道有理必为师，娘子前来见。好一个有理的燕子，来来来，中前一礼。天寿，天寿。屡次查票箱，全无上流，究竟为啥何事？夫人，你才说王夫人。谁说王妹多数啊？我说，来到这要你也用功我。你可知素情原谅此故？他到底起过何来了？啊，官人啊！为天也与呀人，你可知此外人无人当富贵？你可知周瑜七岁并书空，9岁年间过江南，1日3岁风都多，为丈夫立给把书多。你可笑姜太公把人女本王，我王官人少年郎啊！你可知官路事为人想？那官路乃是官命相。你是官路对命相，莫非是对我受过伤？我并不是真理受过伤，为天来是一
上流，究竟为啥何事？官人，我见你聪慧才美不传，不知道官人你是为了何事？你可知国人是与国人是？我的心事有谁知？别人的心事我不知，官人的心事我俩知。有人知我所乃是非风大老心事。我兰真一把眼泪二把痴，我从小读过真言诗，我要猜你官人心中事，我要做碰到的老先生妻子怕口，你就猜猜看。用长可敬不出书，不就顺风咋会知？我是你家的酒，是那江亲，一人换人男儿应有四方子，何须挂虑家乡事？我不是念我你们生里的，我难陪你一郎并不知。你年家一朝，天下得分朝，我好比苦藤高攀所不知。我不是言我兰真长你少，害得你官人少面子。十里红掌到雁门，城里城外谁不知？我不是你言我兰真用马车，我难陪你一郎一才知。夫妻凄苦用言人，不妨你娘姊妹貌三心思。
过来。啊，官人。我到荒田吃拔草，才知殊途不往今来真对我是真心意，我岂能与他一片心？虽无相见，情关情，娘子。哪里人？夫人，你们是行真人子。我不是见到是乱啊君。这我官人你是乱情真子。我心脏嘞，本什么？讲啊，本什么呀？越讲真情说才听，真乃是有时虽知有仇人。常言道，逢人只是三分话，离苦前跑一片心。挖龙挖虎难挖棍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才与他真心讲完人，偏偏他心是我心啊！我的南征下流去。
奉了夫人命，也负亲姑爷。跳下那里，跳下那里！啊，来了！啊，是女儿爸爸。跳下，你快去禀报姑爷小姐什么举见。啊，女儿爸爸请上台。哎，好。也请姑爷小姐。要想何事？女儿管家姑父求见。命他进见。女儿爸爸来。哎，好。再见姑爷小姐。罢了，女儿公何日？今日乃是夫人谁担自己，等明女儿请姑爷小姐过步家业。外面等女儿爸爸在我来。好。啊，贵人，我说女儿到此，为请我到忘记了。娘子忘了什么？今天是我母亲才诞自己，令我做小 baby， 离开姑父拜神。娘子你去，我就不用去了。哎，贵人你是哪里话来？做女婿的哪有不去拜神的道理呢？此次与娘子同去。啊，贵人，为妻真想与你同去，这是我婚儿上的文约，不能前去。娘子不去，我也不用去了。哎呀，贵人你这样大的人，怎么这样孩子气呢？来，到里面问候一问，也好与女儿一同共赴。娘子啊，你我既是他不去，难道你不知我心意？明辨真勇孩子气，你去了你不，我的心事就丢弃。官人实在真心啊你，我与我本是两大人，想真年两家冤仇大，我本人他年轻有人气，倘若是前开白路真理，那是叫人对不起。啥子官人他不去，岂不是在爹娘面前烧桃李？娘子为我背的诚意，官人你为妻官人自古道的恼人在路，我论。既是母亲受担起，官人啊，离开姑父大人情，为妻祝福你话几句，你要牢牢记在心，在酒席宴前修欢会，你十分话儿三分。官人啊，你睫毛平生须见计，西山早早追家门。既然你要我走一生，自当尊重娘子你，为免你心担忧，我不当日落黄昏就
父母辈就忘去死罪，哪里只许多将军？有父母亲常得小心备受。宴席到11点也不会饮酒。你那个女婿呀，是个正人君子，我那些吞妹子的制度看不懂哦。你又在夸奖你的女婿了。今天乃是我夫人休担自己算是一喜，但不知这少喜临门呐。东来兄嫂，请稍等。家园，快送宝饼上来。哎呀！东来兄，请看。皇帝是少监，既怕谁样子？主公好精巧啊！家贫来天时，来天时。东来兄，我此宝饼岂非又是一喜？算是一喜。此饼叫什么？你花了多少年钱才弄到手的？东来兄，此饼名叫杨子八月饼。杨子八月饼。莫非是那
三天种子真贤的心爱之物，真是。今天要痛痛快快的畅饮几杯。今天是嫂子的寿酒嘛，哎，我要畅饮几杯的了。哎，人，请。我那
在，强一次满腔愤怒从中恨，难想起娘子灵应心定力，倒不是趁此悄悄回家门。他从前门出去，恐被他们留日。带我去找一找花园油门。原来为我不见花园油门呐、今原来一片好风景，留得层次花木深，怎奈我无心去观赏，一路迎来把后门进。步步小脚往前走，我见一座万通门啊，这地方倒是另有一番景象。上送才把笔声声，曲光显得冷清清，留待白云画墙内，静悄悄不闻神女声，一如高柳年年去，曾相公，不与我怎用安生命？就问丞相公，乃是念宋老者背本之词。趁此无人，我不免进来窥探一番，实找得一水平真，实有也好与我弟弟报仇雪恨。年宋早有谋反心，机密定在楼中神。趁此无人，我请进去，找得凭证也好与弟弟报仇雪。先听，机密送递，顺手列斩。我本是虎口的余生，是我欲把心里，何妨娘子神经，千万去找众家门，不上楼去求生主。哎，菩萨被神遇见，神家只知道我是念佛的新姑爷，哪里会知道我是真？了也无妨哦。
我女婿帮求心，我放他担子上楼去。九轮的历代，望金千两，菜断八匹，尽显官府大臣不忘小难。忽有好友的历代，足见念诵老者的吞论。曾请这次山海关总兵九轮神马无全部的实力将功之人，我想那九轮实际上以利益斩首。至今老者受了他的贿赂，竟保救起他来了。念诵啊，老人，你这样龙馗枉法，好不令臣痛恨。我不免将此礼单收藏起来，这有也好作为一个凭证。神王神后，接袖等袖，朕大衙是下言请奏章。哎呀呀，我想拿下他时，已是被那老蛇所害。神王神后，接袖等袖，朕三边总之真心。哎呀，弟弟。
难道我就累不得了？哎呀，言过也呀！三律名教表方人当中一套父弟们，趁着左土年富裕通少将，顺着表方人的战之才，言过也夸赞我来言过也，我家老爷正为大
要叫内的不言。表相知道了。哎呀，走，表相啊！你公子娘把你我对视，你的都歪了不言啦，你的都歪了棍子。表相知道哎呀，你快了。去！哎呀，官人啊，你真苦，是棉花耳朵动错心，棉花耳朵动错心。你前不想为妻怎样做你，谁知你恰是可以。眼看着你生日富有，领先你万事忙顺无知过，才生妻为结妻盼你归，我是早上盼望到黄昏。好比是连真恨下了先前上挂肚，前上挂肚是人情。
万不胜为奇。哎呀，又是一场烦恼来了。小姐到此，你们要小心些。跳不过来，快去！
叫我女儿大不该。带我上前去明讲。龙桥人之败，八日龙威。我心中有情，乃开口。我只有上天撒娇。我有啥来？弟弟啊，弟弟！我家贵人进得府中，不忍撤去，他分明还在府里。弟弟，你好歹要为我丈夫，你要为我爷啦！为方才得人说过，你的丈夫埋是我的女婿，又不是花生，他实在府中，我有必不为哟。既然知道他是你的女婿，我是华人，那么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呀？你为什么？啊？你为什么要爱了他？什么？我为什么要爱他？那一场深爱女婿的道理呀！什么爱他？弟弟，你为什么叫不出人来？哎呀，他生你久了，你叫我做什么？他走到哪里去了？是不那个？哎，难道为我的万般的丈夫听清了不成？对呀，你真是疼切了我的丈夫。到不懂不得知他们的婚事离问题，已经逼迫还要恨，我不给他上了位。你丈夫还有人一个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与敌反复。
你真不讲理呀！有你这样狠心的母亲，再生出我这个不讲道理的女儿，你咋不把你手里拿？我用钱做把你命，说谁？你还有理吗你？你还有理？我告你有不见吧，女你害了我丈夫，你还要我的家人。好，我就那种直接想去。少爷，死不得，千万了得！哎呀，老爷，到了相府跟前，你是高他不可的，这有苦哎。乃是无价之宝，为我花了多少心血，费了多少年纪，才弄到这点，管不得，管不得。哎呀儿啊，这是一只宝贝，只要插上一根
你们怎么不想想女儿的身上结果？你们还师傅的丈夫难道不能关心？哎呀！放过他，我就中了计。到我，你不要假子将你将我劝你快让我听。哈哈，连丈夫也没有教教我，怎么叫我教出来呀？你将我弟弟为王，我不找你，让我去找谁呀？轮到我这头上来了。可是你平时有经常的关于我头上呀，你今天还到我头上，我与你做太守的养生。哦哟，到相府面前哪有我说话的地方？哎，还是少管闲事，捋掉吧。
哪里去？我到大街上替来这女儿找寻丈夫去啊。今天你来的就去不得。那么我3天，我找到医院，马上替你送回府来。哦，3天能找到？还3天能找到。那么1天也能找到？你今天啊是非玩不可。哦哟，你来真棒！你是个明媒之女，千金之体，为你丈夫只是为得家来当铺等菜，关山养子把肉饼啊，还要弄到我的头上，你怎么如此不讲理呀？赵凤国，我不讲道理，我。
了伤心。我为你老年妇，我怒当灯啊吹。我为你完成了把牛保命，我为你接着要拼命力道，安安稳稳，时时刻刻过生活想多在这小人，年少不把情有谁，休怪我来真不留情。娘子为我出了气，就的是衣裳不为真能把长袖，妻妾应是真心话，真乃有少家小姐不要留。岂不是比我把糊涂？莫奈我天生爱无花，娘子啊，叫声娘子听口语。自从别了娘子语。我哪有心情去饮酒？因此我渐渐为因先太在，一到书房独自留，一心只想为家财，找不到花园门口，无意中走进一高人，他都是一朝两家要奔要不了你听清了没？只怪我的是太大意，糊里糊涂往楼上追。快快走了追！糊里糊哪里为知晓？岂不是为了那是我心急慌忙在了姑爷下手，真乃是宾客众多难特身，无奈我带他到书楼把身来，要得李生送他不中去。娘子啊，都派他自保将我救，啥不传小生的名声。原来娘子为我生言去，原来娘子为我担忧啊愁，还望娘子少思虑。哎呀呀，我君爱大义，你平把无端绕有，为生罪来我心
我女儿王中哪有你丈夫啊？亲，亲啊，亲啊，亲啊，见我的去。嘿，我女儿王中哪有你丈夫啊？嘿，赵叔，啊！哎，都是你这个小姐姐弄出来的话呀！哎，老爷，真是怪不了小姐。哦，不能把小姐把你这个小姐姐赵叔，此事不能怪林子，要怪嘛？怪你赵叔。怪我？哎，为什么要怪我啊？赵叔，你昨日真吊带，你家长马爷妹，你当要管。我家长天狼分明自你管，今日你要想的啦难上来。我怪你的，哎，我岂是怪你的？你呢？是不是赵叔都叫你来的呀？是少叔叫我来的呀。我叫他来的。赵叔，真名实去才言言，节目才这你承担。认真一看，我的胸，我虽有理，这样分辨难，不是出身下流区。我问你是问婚办办，问事办办，哎呀，两个办法，女啊你干呀？那个叫子官办办，那个叫子事办办。官办办，并来我与你到左跟面去对办。今日之日你等错，当铺等菜你陪玩，当铺等菜我陪呀玩，银子算来是要5万，我屋里拼拼凑凑都卖光，没银子还缺。有呀2万，相互面前去官办，弄得不好脱落，珠宝要问来生。官办办是不好办，我还是听侬4办办。哎呀，4办办我太简单，你写一张我便是。我为什么要写不平啊？那你写不写啊？不写。到哪里去啊？走我哪里去？没。哦，写。赵叔，你还是太写了。哎，老爷快写吧。去。哎，作为我呀，为妻呀伤。气得我是两眼白，我不怕年富势力大，我不怕么嘉靖皇帝4国法，我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我只怕是年来真什么？哎呦，我该不那，这真是算有算报，无有恶报。哎，你说什么？赵叔，你快写！哎呀，叫我怎样写？好，我说一句你就写一句吧。好，你说。李不比人赵
你的丈夫只是从严夫当到丈夫，两夫人对哪个不孝？如今在我女儿王中宣出，你同儿王子的到了丈夫委屈，叫我早问我这张脸放到哪里去？那么以你之见呢？以我之见，我们人当大教一定。你坐在轿中，你丈夫躲在轿里，带出夫去也好，瞒过众人，保全我这张老脸。啊，看在你当面就给脸上夫人意料呢。好，我们人当轿去。送啥送？好了。送